平安，平安。我是新华教会新卫信团，我今日要讲先知大比利真奇妙的故事。犹大罗用那去大卫第3年，这轮当时后3年的时阵，这轮有5个干啥，就菜甲酒，为因是个红七个中，提出无参对，无看见，红之水，地位聪明的小人人。你甲伊3个朋友，就是迄阵人列去王中，因伫王中内底受教养3年，那伊到啊，如果我离开王中介绍因的考试，发现你甲伊3个朋友地位聪明，比其他少年的好，甚至是从国博士甲硕士赢过全台。上帝我祝福你，明白各种的事，各目标。如果甲你交往第2年，伊对方习惯出袂去，王叫人叫博士甲硕士来去解答，但是王袂记录啥物，所以无人会使解答。王就是去，就下令要开比论错误的地位。在你知影以后，就去王复活的时间，伊要从这个人解释给你听。在你首先。有在3个朋友，就是有起点的上帝，怜悯帮咱变成杀掉。上帝后来从这个比喻对大比利显明，大比利就俄罗斯的上帝。大比利记起王问大比利，你会使将我所讲的拄解释吗？大比利这讲，王啊，你所讲的比喻，博士甲硕士都是我无法讲，我即马要讲。我来地位无个人，是你自己上帝。你从这个人显明互我看。王啊，你看是大小，这大小之大，真灿烂，站伫你面前，看起来真恐怖。你头壳是真的，是看甲手骨是真的，巴肚是人的，嘴气是他的，画意画合。你看是接着头拍过来。讲着看见看活的卡盘，做落来金银铜铁土，专心拍开，五方回山，变形大山，上万。这就是王你所做的梦，我即马要来替王解释这个梦。王啊，你是雷王的王，是你的上帝命中角度。关闭人力，应当收赐互你，你就是迄个金的头壳，上帝互你掌管世间所有一切。但你后，你无行起一个是你，第三个是等于掌管天下，第4个是天拍人掌管。过来，你看见半天半土的卡盘，就是这个半强半弱。后来有各种人相贪，但是袂相合。同时，今天的上帝要个设定一个，这个在存在到永远。最后，你看到这一头拍出来，讲着半天半土的卡盘，就是至高的上帝，拍出金银铜铁土，就是至高的上帝将这个天空指示人知。这个人看今天王听完向大比利对来讲，你竟然有法度将这个人显明互我看，你的神真正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王啊！后来王就收拾大比利真济在里，派在总理，官比巴比伦所有有地位啊！你的功夫真济，我今日是讲其中的一个，感谢各位。